老婆，老公，疼痛，段飞，你别这样，你也别这样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了，更受不了了。吓死我了！干什么？你神经病啊，段飞！大半夜吓死我！你干什么？大半夜的！松开！松开！你大半夜的，你敢把我吓成心脏病啊？哎，大晚上的不开灯，怨我啊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谁让你回来的？你快走！我就不走，我们不是结婚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睡觉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要睡觉你出去睡。这里也是我的家。你好话不说第二遍，出去！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妍希，过来。叫什么？啊啊啊啊啊！啊啊！老婆，老公，疼痛，段飞，你别这样，你也别这样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更受不了了。够了！你笑什么笑？你不是想睡觉吗？睡地上。你要是不想这样演戏的话，我明天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样爸爸就管不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睡着了。那我再找一下吧，好吗？等会儿。没事吧？德飞，来，把这个送上去。18楼不是不让去吗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如果快件紧急的话，也有例外。再说何主任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你就给他送上去吧。不要管其他的。好的。有人吗？你找谁呀？我找何来，何主任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送东西啊。保安不得擅入15楼以上的办公区域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你没上过员工培训呀？爱要不要？哎，你站住！
你违反了制度，我告诉你领导。让开！哎你，什么事儿？吵吵嚷嚷的。何主任，徐总让我给您送东西，谁知道这个新来的保安违反了制度，竟然上这儿来。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下去吧。哟，是你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段飞。段飞。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的条例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来不久，还不了解什么制度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开除你？妮妮，我把东西给你了。如果你想开除我，那谢谢你了。我堂堂天浪集团的老总，需要你来帮我？有红鼎集团在，天浪集团就永无出头之日。而魏总您，也只能活在云顶的阴影里。而我呢，能够帮助天浪集团多分一杯羹。凭你？单凭我一人自然是不行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没人呢？我既然敢来，就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当然还有诚意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说说吧。红鼎集团现在分成两派，云鼎老不中用，云石同还势单力薄。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共同的敌人？对，云师同。云鼎强塞云师同进公司，早就惹怒了韩元仓。如今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就必须赶云师同下台。这点简单的道理，你这么做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打垮红鼎。天海的商业格局到了重新划分的时候。